Hello，大家好。上一集咧，我分析咗大灣區9+2嘅城市入邊咧，邊度最適合香港人居住。我用咗比較理性嘅剔除方法嚇，得到好多嘅回應啦。YouTube 有10幾萬人，Facebook 都有30幾萬朋友睇咗嘅，亦都好多批評嘅意見，特別係鍾情於中山嘅香港退休一族啦，個個都話深圳好貴啊，深圳好嘈啊，好多人啊。然後咧喺馬路上邊咧，喺行人道上邊咧，不停有嗰啲機車、嗰啲電動車都係穿梭嘅，好多人驚嘅。另外一位住喺中山嘅香港嘅老友記捉住我隻手同我講嘅，好肉緊啊！中山千祈唔好有地鐵啊，因為你有地鐵之後咧會好多人，佢唔中意。我哋去到中山咧就係為咗靜修㗎，就係諗住退休安安靜靜、歲月靜好㗎嘛。你搞咁多地鐵做乜鬼啊？咁樣鹹魚白菜咧各有所好嚇，每個人居住嘅要求或者條件都唔一樣嘅，所以咧香港先至有18區唔同嘅風景。今次呢集咧就係下集嚟嘅。大灣區其他嗰8個城市咧，按下不表啊嚇。今日集中講，我選咗呢一個深圳啊，即係而家呢度嚇。先生嘅咧，佢話先生です咧，集中講我最後揀定嘅呢一個大城市啊嚇，即係呢個北上廣深入邊咧一個好 energetic 嘅好 young 嘅一個大城市，一線城市。深圳嘅樓價咧，即使係跌咗啦，即使係一線城市都好啦，都係香港嘅1/3到1/4度嘅。咁啊，過一條羅湖橋或者係蓮塘嗰條橋仔咧，或者搭10分鐘嘅高鐵，西九龍已經去到福田啦。一下子咧個樓價咧跌咗70%、80%。西九龍嘅樓價同埋福田嘅樓價，可以 say no to 呢種 huge difference， 為先10分鐘嘅 transit 嘅話咧，冇乜人嘅。除咗我有一個朋友，亦都係我嘅 mentor 啦。咁啊，佢咧就係住喺半山嘅一個有錢嘅太太嚟嘅。佢話我請佢嚟我深圳嘅屋企參觀一下，跟住咧佢話咧，唔好搞我一世人去過深圳1次嘅啫，我唔會再去噶啦咁樣，因為工作嘅關係，佢去過1次。佢連新界都唔去嘅，九龍就去到尖沙咀嘅啫。平時佢約親我咧就係 China Club 啦、Hong Kong Club 啦、馬會、FCC 或者係 Hong Kong U 嘅 Senior Common Room，得5個地方嘅啫。佢就去啲 club 食飯嘅啫。佢唔會去啲其他地方，所以啲集中喺全部都係港島嘅中環區啊嚇。所以咧，大部分人咧，我諗除咗呢啲咁 premium 嘅住喺半山嘅有錢人之外咧，好似我呢啲普通市民啊，又退咗休嘅嚇低層嘅市民階級嘅話咧，手停口停噶嘛。阿斗領啊，都大過月光噶嘛，係咪先？何況呢個絕對唔係斗領。我舉個例俾你聽。香港我而家租沙田啊，一個600尺嘅單位，月租咧係2萬蚊起嘅，平均一日700蚊港紙。我喺呢一度即係 exactly 嚇嗰個屋，揾翻一個同樣嘅600尺，呢度叫60平嘅單位，喺羅湖地鐵上蓋嘅，月租係講緊5000蚊，平均一日係200蚊，一日慳幾多啊？每一日慳500蚊啊！你住喺沙田同埋住喺羅湖嘅分別，扣除咗東鐵或者貴啲嘅高鐵嘅。你都剩翻400幾蚊食嘢啊！日日食包身翅肚都得啦，係咪先？你特別係深圳啊嚇，你邊度食到400蚊啊？我覺得一個人咧食幾十蚊都食得好好噶啦，已經係。OK， 你唔講租樓啦，講買樓啦。香港而家最出名嗰啲係咩啊？叫做納米樓、龍床盤啦嚇。有個屯門嘅清俊啊，實用面積咧係128平方尺，即係12個平方米啦，細過一個車位嘅面積啊。咁而家成交價係200幾萬嘅啫，咁佢係屯門水平啲，市區嘅納米樓啊，最新嘅巨作係叫做長沙灣嘅幸匯，約場費咧係288萬，買到幾多咧？買到13平嘅一個車位嘅面積嘅單位，13平方，哇！真係你一伸手咧，客廳已經摸到噶啦。一平咧喺屯門咧，一平方米要15萬。匯翻人民幣啦嚇，匯翻大陸嗰啲咧就叫一平方米咧，你要15萬，一平方尺咧係15000蚊，係深圳福田價錢嘅3至5倍啊！屯門會貴過福田會展中心3到5倍，值唔值咧？你去比較下兩個地方嘅建設啦、使用啦、嗰啲樓嘅質素啦、交通方便啦，嗱，真係見仁見智啦嚇。即係今集你會討論租又好、買又好，深圳應該揀邊度咧？我哋攤開一張地圖先，我哋睇下 Google 嘅地圖。喺 Google 地圖望落去咧，香港係綠色嘅一大片嚟嘅。因為點解咧？香港可以開發嘅平整嘅市區嘅面積係265萬平方公里，265平方公里。
佔成個香港香港好似1100啦，24%，即係香港得1/4嘅面積可以開發嘅啫，3/4嘅全部綠色嘅，受呢個郊野公園嘅條例保護嘅。調翻轉，深圳就唔係綠色嘅一片，隔咗條河，深圳係白色嘅一片，因為深圳可以開發嘅面積係香港嘅2倍，而且深圳嘅市區嘅面積係香港嘅5倍啊！佢有1000平方公里可以開發嘅，所以咧佢嘅市區面積咧約莫係香港嘅5倍啊！所以你見到咧兩個地方嘅地鐵咧雖然香港早過深圳好多，地鐵開始起，深圳而家地鐵站咧係後來居上嘅。佢成個深圳市而家有442個地鐵站，仲多過東京23區啊！好似蜘蛛網咁樣嘅。香港有幾多咧？到而家為止都未夠100個。雖然香港70年代已經有地鐵啦香港而家總共地鐵站係99個地鐵站。所以由地鐵站嚟計咧，深圳市區咧就香港嘅4倍有多嘅。你好容易想像啦，就將香港嘅市區放大4倍，咁就深圳咁大啦。加上深圳嘅人口咧有2000萬，幾乎香港嘅3倍，所以咧 Welcome to Shenzhen，which means 你嘅 choices 會多過香港3到4倍嘅，因為地方大咗好多。今日呢條片咧就集中咧就匯聚咗我1年嘅揾樓嘅心得嘅，我行運咗深圳10個區，將呢10個區同香港嘅18區比較，因為香港係我住咗40幾年嘅地方，我比較熟悉香港每個區嘅特性，唔同嘅區。唔同嘅人群有唔同嘅需求，究竟邊個區係適合每日通勤嘅人住嘅？究竟深圳邊個區係適合退休人士住嘅？邊個區係適合啲窮 L 就得2000蚊預算嘅，或者1500蚊預算嘅人住嘅？應該住邊？即係月租應該住邊度？為咗大家對呢啲陌生嘅深圳嘅行政區有一個直觀啲嘅感覺咧，我會粗暴而直接嘅將同香港嘅行政區比較，究竟又老又殘又平又旺嘅羅湖區，由國貿去到老街，係咪等於我哋嘅亞皆老街？嗰度都係老街嚟㗎，一路去到深水埗嘅亞寮街，成個旺角油麻地、深水埗係咪就相當於深圳嘅羅湖區咧？香港人週末其實咧最旺嘅咧，而家就唔係羅湖啦，去晒咧。皇庭啦、卓越啦、會展中心啦，代表新興嘅市中心。呢度其實係咪相當於香港嘅中環置地廣場，一路去到 PP， 一路去到尖沙咀嘅海港城 ？Exactly， 即係叫做異地交匯咯。我哋香港人就去到皇庭食嘢啦，去到卓越中心食嘢啦，去到會展中心買嘢啦。大陸嘅朋友咧，深圳嘅朋友一嚟到咧，其實都去尖沙咀啊，都係海港城去掃貨嘅，即係。嗰個就係 CBD 嚟嘅兩邊咧，我覺得可比性就係咁樣啦。福田咧，相當於我哋嘅即係維多利亞海港兩邊嘅中環置地、金鐘一路去到尖沙咀嘅海港城。調翻轉，仲有第3個可以比較嘅 CBD， 騰訊DJI 呢啲高科技嘅新貴最中意嘅南山或者係呢個深圳灣無敵海景嘅深圳灣1號過億嘅喎嗰層樓。係咪相當於香港嘅西九凱旋門一路掃到去我哋嘅半山山頂，去到南區，即係高級人士住嘅嗱？馬生喺好出名個馬生喺深圳灣1號有樓，佢喺香港嘅呢個石澳大班屋都有樓噶嘛？咁嗰啲就係最高級嘅地段嚟嘅。所以咧，我咁樣比較咧就話咧，深圳灣即係南山嗰邊咧，就相對於香港嘅半山。一路掃到去南區，或者頂籠都計埋西九嘅凱旋門嗰邊咯，都係啲好高尚嘅住宅嚟嘅。個個都話深圳貴，當然你比較係邊度睇你比較邊度啦。佢都有2萬幾蚊1平方米，講緊係2000蚊1平方尺嘅，100萬就上到樓嘅地方喎。咁月租仲平啲，1000零2000蚊都有啦。深圳嘅天水圍咯，喺邊度啊？光明區、坪山區。即係真係個位置都同我哋差不多嘅，都係最北，深圳最北㗎啦。北再遠啲已經係東莞嚟㗎啦咁呢啲區咧就係啲適合啲窮人，即係好似呢啲窮 L 住嘅地方啦，就光明加埋坪山啦，就係深圳嘅天水圍。我就咁樣比較嘅仲有個老友記睇咗前海新盤啊，呢個係南山啊。我而家就係前海，其實呢度唔係南山嚟㗎，前海咧好大㗎，呢度係寶安啊。唔係 security 個寶，係寶貝嘅寶
好多寶安嘅新盤咧，寶安區好大嘅，係扮南山。南山咧就超貴嘅，兩區嘅樓價相差係幾多啊？4、5倍㗎。不過佢有一條海岸線咧係黐住嘅，就係所謂嘅前海嚇。所以好多南山嘅盤咧，佢會寫自己係叫做前海深，佢唔寫字。好多寶安嘅盤啊，佢唔寫自己寶安，寫自己南海前海嘅，佢就扮緊咧喺深圳灣嗰邊啦嚇。即係好似有啲大廈一樣啫嘛。明明係灣仔地鐵出嚟嗰個啊，佢叫自己中環廣場喎。我真係覺得好 misleading。你明明灣仔唔叫自己灣仔廣場，因為點解咧？扮住食老虎啊嘛。咁仲有一個喺上環嘅，叫自己做咩啊？上環地鐵出嚟嗰個叫中環中心啊，都係咁樣。自古以來都係咁噶啦。你黐住中環，咁咪賣貴啲尺價咯。話知你喺灣仔又好，上環都好，你去到啊深圳嘅福田啊，仲有個金鐘環添。所以咧有需要科普一下呢啲，將呢啲扮食老虎嘅 case 咧分清楚，邊個係真嘅南山區，邊個係真嘅寶安區，冇話一個前海咧就以為係好嘢嚟嘅嚇。仲有一個區咧就係依山面海嘅鹽田加埋大鵬區，以前咧我哋叫做後花園啊嚇，即係相對於香港嘅西貢咯。嗰邊咧就係環境好好嘅，好舒服嘅，生活面積好大嘅新市鎮啊！深圳版嘅沙田啦，我叫做龍崗，仲有深圳版嘅元朗啦、龍華，仲有一個我而家身處嘅寶安，呢個直情係深圳嘅屯門添。咁樣嘅話咧，就大家有個概念啦嚇，深圳呢10個區點樣分嘅啦。嚟緊呢條片咧，用多啲時間，不過咧我用咗1年時間去發掘深圳大過香港4、5倍呢個市區嘅。大家一齊去探索一下呢個咁大嘅地方嚇，咁啊佢嘅市區咧大過香港5倍，佢 GDP 喺8年之前已經超越咗香港啦，而係全中國最後生嘅1線城市。去片正式去片之前咧，同大家介紹一下今條片嘅贊助商嘅好推介。無論你係長住喺內地，或者成日返大陸，或者中意四圍去旅行嘅，最緊要 keep 住同香港嘅網絡暢通。上一集我介紹咗中國移動嘅兩地數據好好用啦，今日就集中介紹中國移動香港最新嘅 5.5G 全球通 Privilege 服務計劃，而家喺聯成埋國泰做限時嘅里數狂賞，絕對係2026年最抵嘅上台優惠嚟嘅。今次最重磅嘅就係免費送國泰 Asia Mile 里數，新客戶即刻拎到揀399 200GB，直接送你1萬蚊里數，足夠可以由邊度飛邊度咧？由香港飛 Bangkok、新加坡、首爾都飛到。單程飛嚟嘅嚇，如果飛台北、河內、廈門咧，更加輕鬆兌換。如果升級到599蚊400GB嘅話咧，就有15000嘅里數，超抵嘅，可以直接換到台北、廈門、河內嘅來回機票添。飛日本東京啊、大阪單程都得，剩低嘅里數咧可以儲低下次再用。如果想得到最盡嘅福利，就記得揀899嘅 plan 啦，要600個 GB，會送你2萬嘅里數啊！輕鬆換到新加坡、首爾呢啲地方嘅來回機票啦，仲可以升級到短途嘅 Premium Economy，頂級嘅1299嘅套餐更加換到25000嘅里數啊！儲呢個套票咧係換機票更加超快嘅。除咗可以儲到咧 Asia Mile 嘅里數咧，呢個 plan 真係雙旗艦級嘅網絡，5.5G 頭等網絡，最強漫遊網絡，一卡搞掂兩地暢遊。覆蓋全世界105個熱門嘅地區，無論係出差啦、旅行啦、返大陸，完全唔需要再煩買漫遊卡噶啦。Privilege Club 嘅會員權益超豐富，指定合約計劃入邊咧有15次 Priority Pass 嘅全球機場貴賓室使用，全球有1800間嘅機場貴賓室可以同親友享用。每年仲有內地高鐵機場休息室嘅體驗，出行即刻升級豪華感啊！新客戶仲有獨家迎新優惠，總值23400蚊嘅專屬嘅優惠，仲有5000蚊嘅手機禮券，換新機超抵，同時配有旗艦手機優先購買權，無限次環球緊急補給服務，外出超級有保障，成日北上旅遊想免費儲機票，想有高質嘅網絡同埋專上嘅服務，呢個 CMHK 5.5G 全球通 plan 絕對係你嘅首選。想睇詳細嘅優惠咧，即刻去 CMHK 網店或者實體分店查詢啦。A few moments later， 咁由邊度開始咧？由 City Plan 開始，城市規劃。有咗規劃先至有個城市嘅。大家最熟悉嘅城市規劃喺邊度咧？1環、2環、3環、4環、5環，呢個嚟自邊度嘅？蘇聯式嘅單中心嘅，一圈一圈咁樣擴張出去。北京用咗呢個 plan，我嘅鄉下成都都用咗呢個 plan，
中國大部分城市都係用一環一路去，一路擴展出去嘅。不過你睇翻深圳，深圳冇環嘅，深圳冇一環、二環、三環嘅，佢更加似咩咧？更加似隔離，即係我哋香港嘅英式嘅 city plan， 由 CBD 擴咗到新城市、衛星城，一個個衛星城，佢唔係圈圈嘅。當然地形有限啦嚇。40年咧，深圳嘅發展一路係向住西、向住北嘅。最先發展嘅一定羅湖啦。1985年咧，我落嚟羅湖，得一個關啫。當年嚇，全部都係田嚟嘅，黃沙滾滾。最大嘅建築物咧就係羅湖海關嘅，最豪華嗰個就係羅湖海關建築物，連香格里拉都未有嘅，乜鬼都冇嘅，成個羅湖區係。不過已經係深圳嘅起點嚟㗎啦。跟住咧，下一個 CBD 咧，佢會改嘅喎。深圳嘅 CBD 會移動，香港係100幾200年都冇移動。我哋嘅 CBD 一路都喺維港嘅。深圳咧過多一段時間咧 ，CBD 去咗福田咯喎。因為舅父講俾我聽，叫我去福田買樓啊，喺2000年左緊。佢話咧政府會搬去福田啊，你哋會搬嘅咩？我哋不嬲都係中環嘅，由呢個清朝開始已經係中環，到咗民國，到咗新中國成立，到咗1997。中國香港嘅行政中心都係中環嘅喎，係從來唔會搬沙田，唔會搬去屯門㗎。幾時你見到禮賓府搬咗去呢個粉嶺啊？冇可能㗎嘛，係咪先？深圳會搬嘅，搬咗去福田，然之後咧金融中心同埋高科技再搬上去南山、前海。而家發展緊係寶安啦、龍華啦，最好就龍崗啦、坪山啦，一路向北發展嘅。佢黐住香港呢邊係最旺㗎嚇，一路向北，即係向緊東莞啦、向緊惠州嗰邊咧就冇咁旺嘅。學下歷史，你會明白點解係咁樣㗎啦。清朝嘅時候咧，深同港係同屬寶安縣嘅，好寧靜嘅一個漁村嚟嘅，係因為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咗香港島。中環咧一路成為香港嘅 CBD 核心，靠住填海興建咗呢啲洋行啦，好靚嗰啲銀行嘅總部咧，全部都喺中環嗰度嘅。到而家咧100幾年咧，中環依然都係最貴嘅。你睇下，即係我頭先舉嗰啲例子啊，灣仔都係叫中環廣場啦，上環都係叫中環中心啦，大家都要黐住中環嘅，係咪先？深圳都要叫金鐘環啦。直到咧1860年咧，割讓咗九龍半島啦，開始多咗，即係喺維港遙遙相望嘅尖沙咀、油麻地都係叫做市區啊嚇，都係好旺嘅地方嚟嘅。咁啊，不過都係圍到你海港噶嘛。成個 CBD 咧，差唔多2個世紀都係維港嚟嘅，從來都冇變過嘅。北都係講下啫，而家你點解政府點可能搬去北都啊？即係深圳調翻轉啦，深圳咧係背靠住香港呢40年發展出嚟嘅，所以近住香港咧就旺區嚟嘅。遠離香港就係偏遠嘅地區嚟嘅。咁頭先我講咗啦嚇，佢 CBD 咧係隨住中國嘅城市規劃有政府主導嘅行政命令會轉移嘅，會搬扯嘅。呢樣嘢咧係從來都唔會出現喺香港嘅，到而家為止未出現啦嚇。所以咧由呢個80年代嘅羅湖搬到去福田，跟住2010年代南山發展深圳灣，咁咧搬咗3次啊，即係奇蹟嚟嘅。全世界咧。你放眼 London 啊、Tokyo 啦、New York 都唔會有行政命令嘅 CBD 嘅轉移嘅，所以而家我哋集中講就講呢3個 CBD： 福田、南山、羅湖。OK， 羅湖最早嘅 CBD 老殘破少，即係羅湖即係40年前已經去啦。你所以見羅湖好多好殘舊嘅舊樓啊，即係似我頭先舉個例嚇，即係似我哋嘅油麻地。即係我哋都要老街㗎，我哋嗰條街就亞皆老街啊嘛，係咪先？嗰度咧就係6萬蚊到1平方，5-6萬咯，有啲平啲嘅5萬蚊都買到嘅嚇，4萬蚊都有。均價咧就係6萬41平方米，月租咧均價係6萬蚊嘅，咁啊平啲4000蚊都租到，貴啲嘅8000蚊都有。咁呢個就係最平嘅 CBD 啦嚇，即係羅湖區啦。然之後咧就係福田啦，福田咧就係而家嘅價錢咧，其實同南山區咧，福田係11000一平方米嘅，11萬一平方米嘅。咁啊，南山咧係10萬蚊一平方米嘅，月租中位數兩個都差唔多，兩個都1萬蚊到啦嚇。其實因為福田咧都有好多好多豪宅區，去到華僑城嗰邊好貴嘅，香蜜湖嗰啲好貴。南山係因為咧深圳灣口岸嗰啲咧係嗰啲好貴嘅，所以咧兩個區都係貴嘅嚇。福田同埋南山，你如果真係銀彈充足嘅。同埋你要 quota 嘅，即係香港人可以買一套噶嘛。當然
我覺得福田同埋南山係好嘅選擇嚟嘅。無論係個市容啦，我帶個日本朋友去到呢個南山，即係去到呢個深圳玩嗰陣時，佢呢，即係佢覺得直情係好似我即係橫濱嘅呢個未來都市，或者係東京嘅銀座，即係一個好靚嘅現代化城市嚟嘅，係好乾淨嘅。咁值咁嘅價錢咯嚇，差唔多成1萬蚊一平方尺嘅，即係基本上同香港嘅平價嗰啲樓嘅價錢差不多咯。呢個就係南山同埋福田區啦，呢3個 CBD 係比較貴少少嘅。講完深港嘅 CBD 嘅分別啦嚇，再講下深港嘅新市鎮，因為我哋今日講 City Plan 開始啊嘛，你先至會幫助到你揀到一個適合自己嘅區。1898年租借咗新界，當時新界咧就係啲鄉村嚟嘅，就係啲墟同埋市，大埔墟啊、元朗啊。咁你知唔知道咧？60年代下開始出現咗新市鎮，沙田開始人車立體分層，鐵路上蓋好一個好大型嘅新城市廣場。呢個模型係嚟自邊度咧？嚟自英國戰後叫做 New Town Planning 新市鎮規劃，核心嘅邏輯就照搬過去，就喺英國搬過嚟嘅。係疏解咧中心區，即係由呢個九龍去到香港島太過擠迫嘅環境咯。咁啊喺外圍嗰度咧揾一個 New Town 翻嚟配套，用呢個基建啊，係有鐵路上蓋開始發展嘅。咁啊有齊住宅啦、工業、商業、醫療、學校嘅。咁啊保留外圍嘅一個綠色嘅地帶隔離嘅，所以你見到咧，其實沙田又好或者大埔又好，周圍都好多綠色嘅。咁啊呢個咧就係1946年英國嘅新城化，係全球嘅範本嚟嘅。佢同呢個蘇聯嗰啲一環二環完全不一樣嘅嚇，佢 satellite city 咁一個咁樣擴展出去，亦都有呢個保護嘅陸地係去保護住呢啲新城嘅。沙田成功咗第一個新市鎮，跟住新市鎮嘅 plan 咧一路喺新界遍地開花啦，屯門、荃灣、將軍澳、天水圍、東涌，新界咧陸續咧就形成咗好多自給自足嘅社區。咁當然佢商業都唔係好足夠嘅，我大部分人朋友住喺無論你將軍澳又好，或者係堆填區，或者係康城都好，你都要翻出去市區翻。因為點解咧？我哋嘅市區咧，依然都喺維港嘅兩岸 CBD， 我頭先講咗啦，100幾200年都冇變過嘅。住宅咧就翻咗去啲新市鎮嗰度啦。咁啊，深圳咧都有啲類似嘅，深圳都有7個新市鎮 New Town 啦嚇。撇除咗頭先講過嘅三個呢個 CBD 羅湖、福田同埋南山，佢開發嘅時間同埋啲特質咧都有唔同嘅。越早開發咧越成熟㗎嚇。1980年8月份咧，深圳特區啱啱成立嗰陣時咧，面積得300幾平方公里嘅啫。咁咧就覆蓋咗頭先講過3個 CBD 啦，加埋鹽田，鹽田都屬於第一批嘅最初創嘅深圳啊嚇。然之後咧，仲有二線關喎，唔知大家80年代過海嚟深圳記唔記得咧？喺二線喺寶安嗰度咧，你要落車，你攞回鄉證俾佢睇，先入得嚟深圳嘅。咁咧呢個就係叫二線關啦嚇，後尾就撤除咗啦。咁啊而家就講翻呢7個新市鎮，咁啊由最早嘅頭先講咗嗰3個之後，跟住到鹽田區啦嚇，或者叫沙頭角，大家會熟悉啲啦嚇。咁啊鹽田咧就係80年代開始咧，以前就係一個墟市嚟嘅。沙頭角咧係即係同香港嘅吉澳咧，其實係同一個家族，即係嗰啲漁民嚟嘅嚇。咁啊90年代建咗區之後咧，就開始一個李嘉誠投資咗鹽田港啦，係全球嘅集中商嘅一個樞紐嚟嘅嚇。跟住中英街去買嘢係得咁多嘅啫，咁大小梅沙游下水嘅啫。咁而家咧就開始咧就有一條地鐵2號線同8號線咧通到去鹽田區啦。不過佢嘅發展係始終係有限嘅，因為咧佢條路咧係個 belt 好幼嘅一條，佢一邊咧就係梧桐山，一邊咧就已經係沙頭角嘅海啦嚇，大鵬灣嗰條海，中間佢開發地方好少好少。由呢個海去到山嗰邊咧，講緊咧係1公里度嘅啫，好窄嘅一條帶，所以佢係冇大規模嘅開發嘅。由於係咁樣嘅咧，佢就居住密度好低啦，一邊係山，一邊係海，好舒服啊嚇，好中意。即係如果你好中意喺海邊生活，又好中意行山嘅，即係喺海邊游完水，行1公里已經可以爬山嘅咁樣。即係我覺得似邊度咧？似我而家住緊嘅西貢咯。西貢係咁樣有海有山嘅，好舒服嘅地方嚟嘅，人煙稀少，一路去到馬鞍山都好啦嚇，即係濱海嘅住宅嚟嘅，山海嘅景觀，人流少，安靜舒服，好多休閒設施配套嘅，咁定位都差不多嘅，即係我覺得嚇，即係比較適合
即係退休咯。你通勤會辛苦啲嘅，因為佢冇 mass transit 係啦。鹽田嗰邊都有，佢有1號線同8號線。我哋西貢不都冇嘅，可以搭巴士出去市區嘅。咁啊，所以鹽田區咧就係而家樓價咧就係都唔平嘅嚇，即係基本上同呢個頭先我講羅湖區差不多，5萬蚊到1平方米啦嚇。月租咧都係5700蚊一個單位嘅月租嚟嘅嚇。咁呢個就係我覺得係深圳版嘅西貢，就係鹽田區啦。咁啊，第二個區啦就係講緊深圳嘅新市鎮嚇，就我而家身處嘅呢個寶安區啦。security 嚇，呢個寶安就係寶貝嘅寶。佢1992年咧就撤除咗嗰個咩二線關啊，就冇咗寶安縣噶啦，就係寶安就劃多個區叫龍崗區，兩個區咧都係特區之外嘅嚇。寶安以前咧就係一個工業村嚟嘅，而家你嚟翻咧，除咗下邊呢個，我而家身處呢度咧，下邊有間山姆以外咧，後邊嗰啲全部都係工廠區嚟嘅。係啊，咁啊呢度咧就係最出名就係因為有個寶安機場啦，咁啊因為前邊都有前海嘅，寶安都係黐住一條海嘅嚇，咁啊而家都係工業物流比較多嘅，亦都係因為樓價比較平嘅關係啦嚇，咁啊因為佢黐住南海咧有機場咧，所以好多樓盤咧喺寶安樓盤咧就扮南海嘅樓盤嘅，就話自己前海，佢打死都唔話自己寶安嘅。有啲似邊度咧？我覺得有啲似香港嘅一路荃灣沿住公路屯門公路去到屯門咁樣咯。都幾長賴賴嘅一條海岸線嚟嘅嚇，咁啊大型嘅成熟嘅新市鎮嚟嘅，面積好大啊嚇。深圳灣口岸，我琴日由深圳灣口岸坐車嚟到呢度咧，1個鐘頭啊！呢個好遠啊，呢個好大嘅地方嚟嘅。佢樓價咧跨幅都好大嘅嚇，一方城啦，佢最出名嘅商場就係深圳而家最大嘅一個單體商場嚟嘅嚇，叫一方城。咁啊呢個就係寶安區，佢而家樓價咧就係均價係56000一平方米嘅。咁啊，月租均價咧係4600蚊，係啦。咁啊喺深圳算中挺嘅，佢唔係最平嘅一區嚇。跟住龍崗區啦，龍崗區咧就係羅湖以北啦，羅湖上少少，咁你有個概念啦。羅湖上邊咧就龍崗，因為兩個龍嘅龍華同埋龍崗有時會啲俾人撈亂啦嚇。羅湖上面嗰個龍崗，福田上面嗰個龍華咁樣容易記啲。咁啊龍崗咧，我覺得似咩咧？深圳版嘅沙田啦。或者一路去到大埔，去到上水咁樣啦，佢好早期嘅衛星城嚟嘅，佢早過其他嗰幾個區開發嘅，即係再遠啲嘅嗰啲區嚇。以前咧，我一個阿姨咧買咗一層樓咧10萬蚊到嘅啫，就係呢一個布吉。我哋已經我覺得好鄉下啦，係農村地方嚟嘅。原來而家就叫做龍崗啦。嗰層樓而家肯定唔止10萬啦。當年佢買翻嚟10萬蚊嘅啫。布吉對我嚟講好鄉下嘅地方嚟嘅。咁啊，即係坂田咧係電子產業起家嘅地方啦。而家坂田已經係一個市中心嚟嘅。我喺深圳有我好多 job 啦，我啲探店嗰啲公關公司揾我，佢 office 就上過啲坂田嘅，係幾靚嘅一個 shopping mall 啊嚇，食嘢又多嚇，住宅面積又大，咁啊樓價咧比較親民啲嘅。咁啊就對應翻香港嘅新界東嘅大型新市鎮咯。咁啊有佢出名嘅就係 Coco Park 啦，星河 Coco Park 啦。咁啊仲有呢啲翻工嘅都好多㗎嚇，即係 office 都好多。就山姆嘅會員店啦，樓價咧就平過我頭先講個寶安少少。佢而家嘅龍崗區咧，因為地方大嚇，佢係41000一平方米嘅中價嚇，月租咧就4000蚊係啦。然之後咧。深圳咧到2010年咧就開始咧擴大自己嘅市區嘅範圍啦，擴到咧將近1952平方公里，即係2000個平方公里，已經香港整體面積嘅2倍啦嚇，香港市區面積嘅4-5倍啦。咁多咗嗰幾個區咧，就我而家再介紹呢幾個區比較平啲嘅，一個咧就龍華區啦，佢2017年先升格做區嘅，就係福田以北嘅地方啦嚇。咁啊，由於其實遠就好遠嘅，我覺得唯一個好處係咩咧？係因為有高鐵。深圳北站就喺呢個龍華區，咁啊佢就快速嘅崛起啦。佢完全靠呢個高鐵打通咗個命脈嘅。咁啊17分鐘由呢個我哋香港嘅西九已經去到深圳北啦。深圳北咧就係龍華區，就係福田嘅北部嚟嘅。咁啊通勤，如果你搭高鐵嘅話就好方便啦。我覺得相當於香港嘅大西北啦，因為通咗條鐵路關係啦嚇，元朗 YOHO 咧就好快你可以去到市區啦。咁啊佢完全靠呢個高鐵嘅，起啲樓價就起翻啦嚇，好多大型嘅屋苑啦，亦都好多樓係啦，佢啲樓價亦都係比較平啲嘅。咁啊一方天地啦就係深圳最大嘅 shopping mall 嚟嘅嚇。咁啊而家均價咧咁啊就係5萬一平方米嘅，咁啊月租嘅中價咧係5200咯。紅山區咧都係屬於嗰度嘅，好多香港人都住嗰度嚇。
然之後咧就到咗屏山啦，2017年先撤區嘅。咁啊以前咧都屬於龍崗嘅東郊嘅鄉鎮嚟嘅嚇，龍崗再以東少少啦，咁啊容易記到個方向感啲。咁啊都係啲工廠為主啦，咁啊都係樓價咧就全市入邊咧偏低嘅嚇，咁啊就比較近鹽田港少少，咁啊生活成本都比較低啲嘅，相對於香港嘅郊區，即係比較邊境嘅郊區啦嚇。屏山咧，而家咧平均嘅價錢咧係2字頭嘅，係29,000一平方米，月租嘅中位數咧都係3000蚊嘅啫。跟住咧到咗最年輕嘅一個行政區，2018年先成立嘅光明區啦。咁呢個光明區咧有幾光明咧？佢以前係農場嚟嘅嚇，而家咧就係啲科學園啦、生命科學園區啦，啲工廠為主嘅。萬達廣場，佢中間最出名個商場叫做萬達廣場，同埋星河天地嘅 Coco City 啦，佢離羅湖距離福田口岸就搭地鐵都1個鐘頭，咁啊相對於天水圍一樣嘅香港嘅邊界嘅新市鎮啦，就光明區，佢嘅樓價咧就係37000一平方米，月租中位數咧係3600蚊。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大鵬新區啦嚇，呢個2011年先至成立嘅一個新區，佢咩行政區嚟嘅，咁啊最出名就係大小梅沙咯，咁啊得1個站嘅啫，所以我唔覺得咧。佢會即係大家會選擇住嘅地方嚟嘅，咁咧就係大鵬區，咁啊大部分都我去過2次，大部分鄉下地方都係行山嘅地方嚟嘅，佢森林面積咧超過77%嘅。呢度最出名咧就係對於香港人最熟悉嘅一隻大亞灣核電廠啦，係啦，因為臨近大亞灣嘅海灣咯，咁啊大亞灣核電廠就唔係惠州嘅大亞灣㗎嚇，好多人都會搞錯。地理位置咧其實係屬於深圳嘅大鵬半島嘅呢個大鵬新區啦。佢樓價咧係31000一平方米，月租中位數係3200蚊。總結一下啦，深圳嗰10個區入邊咧，如果你係每日都喺深港往返返學或者返工嘅一線通勤嘅30分鐘已經返到香港嘅地方嘅優先推介，最抵當然羅湖區啦。因為近啊嘛，因為方便要成熟社區。跟住，因為羅湖區有3個口岸嘅，羅湖啦、文錦渡啦、蓮塘口岸啦。咁啊，港鐵、東鐵咧直達啦，好適合咧喺新界北或者係九龍返工嘅香港人嘅，同埋生活習慣冇分別㗎啦，太方便啦。跟住第二個選擇就係福田區，福田口岸咧連住落馬洲嘅，10分鐘已經返到香港㗎啦嚇。你無論你喺中環、金鐘返工咧，即係福田區係比較高尚少少嘅住宅嚟嘅嚇。缺點當然就係貴少少啦，不過咧就靚啲嘅、靚仔啲嘅啲嘢係。跟住第3個選擇就龍華區啦。你每日通勤嘅話咧，你想慳啲嘅話咧就龍華區，因為頭先講咗龍華區樓價相對嚟講都係平嘅。咁啊，深圳北站咧19分鐘去到西九啦。其他地方咧就唔適合通勤，日日咁樣通勤翻香港嘅龍崗啦、光明啦、屏山區、大鵬區啦，如果交通太遠啦，咁啊通勤咧動一喐咧已經超過1個半鐘頭啦嚇，唔適合每日咁樣翻工嘅。如果適合退休人群係邊啲咧？要低壓力或者係密度低嘅，消費比較平啲嘅，醫院養老設施充沛嘅，方便翻香港覆診嘅，頂級嘅養老片區邊度咧？一個當然就係羅湖蓮塘片區啦。因為咧蓮塘呢2蚊雞啊嘛，咁買嘢方便，食嘢方便係咪先？又近住仙湖植物園啦，咁啊好多人咧，即係喺嗰個區咧，即係比較方便嘅，價錢都比較平啲嘅。當然仲有鹽田區啦，如果你預算多少少，時間充足少少，一邊係山一邊係海，所以叫做海山站啊嘛，人流少，又冇乜工業，亦得貨櫃好遠有個貨櫃碼頭啦嚇，商業又夠，翻香港又方便。咁啊，又運動，即係好適合嗰啲50、60歲又中意運動咯，行山又方便，落海又方便。跟住咧，仲有大鵬新區啦，因為大鵬新區咧就納入咗香港社署嘅廣東安老院舍計劃嘅，咁咧有香港人嘅養老院嘅，咁啊呢個亦都適合香港即係退休人士可以考慮，即係中山惠州以外可以去大鵬新區嘅香港人養老院入邊生活。OK， 你唔要呢啲幾千蚊一個月？幾萬蚊、4、5萬蚊一平方米嘅，你要最平嘅，要抵嘅，窮 L 嚟嘅，點算咧？最平邊度咧？光明區，深圳版嘅天水圍嚟噶嘛？屏山區，因為樓價咧全市最低噶啦，講緊係2字頭嘅，咁樣咧消費水平咧更加香港嘅1/4到1/5。當然佢因為佢好北啦，即係佢翻香港比較遠啲啦嚇。咁啊，除非你唔諗住成日翻香港，或者你可以喺屋企工作嗰啲，可以考慮呢2個區咯。大家可能上嚟深圳嘅機會或者喺度住嘅時間仲長過我嘅，或者你對於頭先我講嗰啲嘢有咩意見嘅，歡迎大家喺度留言，大家一齊討論下。深圳有10個區，邊度最啱香港人住咧？記得拉條片，訂閱我個頻道，同埋咧留低 comment 俾我，我逐個都會回覆嘅。
拜拜。